零首期拎包入住珠海呢一套精裝大三房89方嘅全屋精裝修好俾到你，送埋家私電器、廚櫃、廚房3件套呢啲冚唪唥交樓標準噶，你直接就拎翻行李拎包入住得啦。嗱，呢邊就景觀露台，望翻出去呢，就係花園同埋湖景啦。對面嗰啲已經入住晒噶啦，你自己睇下呢啲入住率掂唔掂啊？現樓現正，街坊入住晒，冇花冇假嘅，全屋仲要送埋冷氣俾到你嘅，乜嘢都唔使買啦，攞行李就可以拎包入住，仲要係零首期 ，total 115個。呢度陽光房都係可以望翻湖景嘅，每間房嘅 view 都係非常正嘅。呢邊就兒童房啦，下邊望翻花園景觀嘅，飄窗位全贈送俾到你，主人房啦。嗱，名次嚟嘅，由翻套廁乾濕分離做好晒。呢邊飄窗位望翻下邊都係花園，全部配齊嘢俾到你，5分鐘車程到翻華發商都，買嘢食嘢方便20分鐘，屋苑巴士直達翻關口，亦都會直達香港嘅荃灣、太子、尖沙咀一站式，無論過翻香港、澳門都好，都方便嘅。有興趣嘅港澳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